對於經常 OT 嘅打工仔嚟講，體檢已經逐漸成為一種生活必需品，同健康有關嘅話題更經常成為城中熱話。當然都增加咗打工仔對於自身健康狀況嘅擔憂。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去過體檢中心嘅經驗，唔知道你嘅體驗感係點呢？今日我要帶大家去睇一睇香港專科嘅體檢設施。聽講呢度仲有一條神秘嘅走廊。Let's go！ 體檢嘅項目會由造影部呢個區域開始。當然要換咗衫先啦。呢度就係我哋嘅獨立更衣室啦，有梳化、衣櫃、iPad， 可以話係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喺你整個體驗嘅過程中，呢個更衣室係唔會有其他人用嘅，所以可以放心將你嘅個人物品放喺呢度。咁換好衫之後，可以見到呢度係有兩個出口，男士向左，女士向右。由呢邊望過去，就係我哋嘅外走廊。由超聲波到 X 光到 CT、MRI 流線式嘅設計，唔會令你需要喺度走嚟走去。呢條走廊係開放俾有需要檢查嘅病人同醫護人員嘅，係唔係覺得有啲熟口熟面呢？靜雞雞話你知 ，TVB 醫療劇《白色強人》同舊年喺內地熱播嘅《刑偵日記》都嚟呢度取過景，確認過眼神係馬國明同黃浩信行過嘅走廊。咁我哋接落嚟到咗女士向右嘅另一邊走廊，咁樣一對比，係唔係覺得佢睇落好似唔夠寬闊，都唔夠開揚呢？一對比，係唔係覺得就係一條一般嘅走廊？咁佢到底有咩特別呢？佢嘅特別之處就在於佢係一條女士專用嘅通道。大家都知道，為咗放射科檢查嘅需要，體檢嘅時候，女士係唔可以着內衣嘅。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大部分亞洲嘅女性始終會覺得唔太自在，或多或少會有啲尷尬嘅感覺。畢竟呢度唔算係私人嘅場合，雖然無奈好多時候都只能夠說服自己去接受，或者刻意無視。所以為咗避免呢種尷尬，保護女性嘅私隱，我哋香港專科特登設計咗呢條女士專用嘅通道。由呢度可以到達所有嘅檢查室。乳房超聲波應該係女性體檢之中一定會有嘅檢查項目。我哋都建議20到35歲嘅女性每2年進行一次乳房超聲波檢查。35歲以上嘅女性，我哋建議每年進行乳房檢查。喺超聲波嘅基礎上，加上低疼痛乳房造影檢查，更好咁呵護你嘅乳房健康。而喺香港專科嘅檢查當中，你可以選擇由女性放射科醫生或者放射技師幫你進行造影，避免尷尬。佢睇落去好似冇咩特別，但佢係我哋香港專科同其他機構唔同嘅地方，亦都係一個由病人、患者、客戶嘅角度出發，多思多想多做嘅少少見證。好啦，今日嘅揭秘就去到呢度啦。身體檢查，關愛自己，香港專科在你身邊。